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1月11号，要用台湾的年叫做111年11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2章、撒迦利亚书第8章第1节到17节，约翰福音第5章19节到2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感恩祈祷。牧师捌伫贯川边仔的一间长老教会服侍一段时间，当时是教会的会友非常的少。虽然是安尼嘛，因为正着这个牧会有机会进入去，对我来讲非常兴奋的环境。就是贯穿，印象非常深刻的两项代志，就是第一摆我发现，其实住伫个贯穿内底的人，毋是同一个群体，因敢若亲像一个细细的国际村，对伫无共省份。有家己的腔口，有家己的文化，有家己真侪的习惯甲作为。另外，我嘛发现，伫因的彼此的分享的中间，就因咧分享因对中国导览到台湾，对伫生活拢有侪的埋怨。这也互我想起伫出埃及记中间的以色列人。因对伫出埃及导览的生活有真侪的埋怨，但是因无有看到迄种会通离开极权，毋免搁再做奴隶的稳定。伫出埃及记的记录的中间，好若亲像看袂到以色列人对整个过程的懊恼甲感谢的话。路加福音17章第11节到19节，伫圣经的记载讲到10个生太哥的病人，因得到医治的事。结果呢，其中只有一位撒玛利亚人倒转来感谢耶稣基督，只有伊互耶稣基督讲：“你的信救你啊！”因为只有这个外族的人倒转来大声归荣光互上帝，咱讲俄罗主。以赛亚先知甲以色列人所讲的话，毋通掠做上主袂当搭救恁，或者是讲耳孔臭耳听袂到恁的求叫。伊毋听是因为恁的罪。恁的罪，互恁甲上帝隔绝，互恁的敬拜无效，恁的双手目着火，恁的指头拢染满罪，恁的嘴唇白贼，喙齿拢讲歹话，恁上法庭却无讲公道，无讲实话，恁靠着白贼来诉讼。恁凭着阴谋来害人，恁敢若亲像毒蛇咧孵卵，蜘蛛咧结网。人食着这个卵就丧失性命，卵拍碎毒蛇就跳出来。恁的阴谋无法度遮看恁的罪恶，亲像蜘蛛网卖画做衣裳来穿。恁的行为邪恶，手段残暴，恁时时计划歹代，担袂牢要去实行，恁杀害无辜，拢无犹豫，恁所到的所在只有毁坏甲迫害。什么所在有恁，什么所在就无有安宁。恁所做的拢无公正。恁做邪僻的路，行这条路的人拢无有安全。
上帝透过先知爱以色列人紧紧离开因的歹，对因的罪行来离开。先知甲因讲，因无讲公道，无讲诚实的话，无讲感恩的话，无法度来讹落上帝，归荣光互上帝。以色列人民来回复讲，现在阮才知，为什么公义离阮远远，公平无接近阮。阮找求光明，却只有黑暗；望天光，却只有暗暝。阮亲像痴迷的咧梦，阮伫日时跋倒，亲像伫暗暝，亲像伫阴间一样。阮拢亲像熊咧嗷叫，亲像井仔咧哀哭，渴望公平，却得袂到。救恩远离阮，上主啊，阮有济的过犯，阮的罪伫你的控告内底。阮知做恶独断，阮违背你，弃绝你，无跟对你。阮压迫别人，离开你。阮的思想错误，阮所讲的话拢白贼。正义已经被赶走，公理无搁再接近。伫公共的领域找袂到真理，也无有公道，一点仔真理都拢无。无做歹代人，反倒当受歹人的欺负。如果亲像安尼的生命态度，即种的觉醒，才有可能伫生命的中间，无论拄着什么款的状况。也拢愿意来对上帝献上感恩，才有可能来讹落上帝，归荣光互上帝。基督徒伫信仰的顶悬，伫圣经的劝勉，就是要爱咱来凡事感谢。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的时，也安尼讲：兄弟姊妹啊，咱应该常常为着恁来感谢上帝，这是当然的，因为恁的信心大有进步，彼此相听的心嘛有精进。什么款的状况的下面，必须爱感谢上帝呢？是伫顺境吗？还是爱安怎？圣经安怎甲咱讲？圣经讲，无论拄伫什么款的状况，都拢爱会晓献上感谢，都拢爱会晓来讹落上帝。保罗接续安尼来肯定帖撒罗尼迦教会基督徒讲，因为安尼，咱的上帝会逐教会内底来讹落恁，恁经历一切的迫害、患难，有缘相信。有缘忍耐，这就是阮所夸口的。这也是上帝公义审判的证据，要互恁配得享受上帝国的福气。恁就是为着这个国度继续在忍受苦难，为着上帝的公义，为着上帝的救恩，就算伫困苦的中间，也会通逐工来讹落上帝，时时来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伫山顶的教师所讲的：当别人因为恁来缀我，侮辱恁、迫害恁，讲逐项的歹话来诽谤恁，恁是偌尔有福气。就爱欢喜快乐，因为伫天顶要有丰盛的迄个报赏，为着恁保存。进前的先知也受共款，受人的逼迫，这是伫马太福音第5章11节到12节。所以咱若为着上帝的义，咱就爱来学乐感谢上帝。咱也因为安尼会通得到福气。保罗佮讲，伫迄一天，伊要对信徒来得到荣耀，
并且受因的讹扰。恁也着伫因的行列的中间，因为恁相信我所传的福音。为着这个目的，我常常为着恁祈祷，求咱的上帝，互恁无抵到辜负伊的呼召，愿意用伊的大权能来帮助恁，实现一切向善的志愿。成就恁凭着信心所做的工。那安尼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会对恁来得到荣耀，恁也会当对伊得到荣耀。这是正着咱的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。愿咱对咱的生命来得到改变，愿意时刻的感谢上帝，常常归荣光给主。主的恩典的确临到伫咱每一个人身上。以赛亚书第12章，伫迄日你会讲：上主，我感谢你。虽然你有对我发受气，毋过你的受气已经煞。你有甲我安慰，看上帝是我的拯救，我倚靠伊，拢袂惊吓。上主是我的溃力，我的诗歌，伊一直是我的拯救。你会对拯救的井欢喜快乐像水。伫迄日，恁会讲，着称赞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着对万民宣扬伊的作为，着宣布伊的名应该受尊重，着吟诗称赞上主，因为伊有奇妙作为，着对全世界宣扬这个代志。恁锡安的子民啊，着欢呼大声唱歌，因为伫恁中间的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上伟大。恳求主帮助阮学习有感恩的心，会晓得凡事感谢，逐项代志拢归荣光伫上帝，追求上帝的公义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